拜托啦，我头拄也是讲算笑，莫甲我扣钱啦！请问楼主原本是咧讲朱济林，啊，若是用咧考试顶面是讲一个人考了安怎呢？是不是？我感觉这楼主应该不是好的，是好的啊，哦，不是好的啦，哦，你楼主，博楼主哪有在博上面？系啊，这跟咱唔三无人，咱咱知吼。对哦，所以咱老党你较早拢楼主嘛，对无？我感觉是是嘛吼，你是上尾老名嘛，大来到拜对拢楼主啊，对，你楼主嘛，对啊，是要赢还是唔赢？我姓吗？我想要讲我我想要姓林，默认就是对的，好啦，记得安尼，我的答案就是是啊。哦，是哦，好来，好，咱来看者上尾仔名对唔对？老助理好，老助理好，原来哦，是安尼啦。感谢咱老楼主的赞助，即摆得到4000块咯。本来楼主吼是讲一群人做伙伫咧庙会拜拜吼，啊有轮流每一年哦选一个人出来做这个主席啦，啊这是楼主。啊但是哦，较早学生啊有咧讲笑，讲哦啊你这边来考还有伊其实考上歹啊，啊伊讲啊我得楼主啊就讲上好运呢。是迄倒头讲的话啦。哦，倒头讲就变上你讲上亏啦，歹运嘿呢。啦，用亏好的，对。现在请食饭，哎，啊，给他楼主一下哦。哎呀，原来有影有影，这嘛是出钱的人呐。对对对有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